呢個樓盤依家又出新政策啊，買樓送兩地牌，到底堅定流呢？睇完呢條視頻，分分鐘幫你慳幾十萬啊！咁咧，我哋項目又位於成個坦洲鎮嘅鎮中心啦，而且門口呢條商業街咧已經全部開晒㗎啦，非常之成熟，可以滿足我哋生活嘅所需啦。行路我哋步行過去坦洲嘅七村市場咧，僅需要6-7分鐘嘅時間啦，生活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咧，同時我哋都開通咗粵港嘅直通巴士啦，返香港都係非常之方便，生活交通配套應有盡有。下邊咧跟住鏡頭入去小區睇睇個原地。咁咧，依家呢個兩地牌開發商已經全程幫我哋辦好晒啦，有現牌喺手，即係如果喺度置業買咗樓之後咧，網簽完之後就可以即刻攞現牌。佢有兩種牌俾你選擇，一種生牌，一種死牌。咁生牌嘅話咧，就係高新企業牌，係可以跟住公司嘅法人去移動去轉移嘅。咁咧，死牌嘅話，佢就只會跟一個人跟咗一個人跟成世。咁咧，可以換車啦，可以唔換唔同嘅車，但係就唔可以換人。呢個就係依家開發商提供嘅兩種嘅選擇俾我哋。當然啦，除咗港珠澳大橋咧，仲有深圳灣嘅一啲通關嘅口岸可以俾我哋選擇嘅。咁下邊咧，依家我哋睇下個園林。呢度咧係成個坦洲最靚嘅園林，個人覺得係一個法式嘅園林。呢個咧就係開發商宣傳嘅10萬蚊首期可以送兩地車牌嘅示範單位，88平方嘅3房單位，130萬起。佢依家全部都係精裝現樓啦，送全屋嘅大家電禮包。依家美聯咧仲幫大家爭取咗10個車位嘅永久使用權。如果對呢個樓盤或者對兩地車牌感興趣嘅朋友仔咧，即刻攞起電話 call 阿 Ben 帶你睇樓。